你是过被些准备同的送穷是等你送多啊，些准备同的送穷等你送多啊，因为假如我心中我对这个钱有啥个耽误的，日进我个人都是那么你本地吧都那么你面的八十多，日进我个人都是那么都几百多那么200下去多，点么都几个。但给假设同时性别数码能写给，你我一起来买你把这个210当，我一起来买你把这个210的嘛许多呢，那点这个钱的现象嘛的。第一告诉我的，当然说我比给这信用的，我比给什么是财务图了嘛，我比给这的帮我的对了多啊，他的。就他俺是的，他给你去给这东西有的，其实俺说，给这东给全部去搞的有的是呢。我点这个钱吧交了吧，我点这个钱吧的，我的工人基地，当然俺的水的搞完接下，西边那么些的工人基地有的搞了，我点这个钱吧交嘛的呗，我点这个钱吧的，假如我看不有的，我点这个钱吧的，第二点呢，等你不得通知钱币给送到，你当然国政有的讲说，等你学校各下文这些都说懂，等你当然俺说啥钱给的打，那么给他清楚。等你老开始生都是，将他们去给打把的送点去到底，全部都送给。那点这个钱吧的家属去两哪里送过来？的别人送过来嘛，都去家属的没送过来，不他去送过来。因为他经常只有的个家属带些过来会有的呀。别人想想嘛，你变成的你老总不是要这个准备送的比几十万的，送的啥几个那个交接吧的几十万了，交接并接吧个弄了的呢。我点这个钱吧，我点这个比你是听过了吧？第一，讲是那个点就我们120万都有的，基本片头过来记价的，那个点就我们120万都有的。第二个事情呢，他老外搞的时候呢，当然讲说第一老外让就用些这个这笔，你让就用些这个这笔，贴了钱不弄下去，比给你接着下去。第一，我们120万都有的，我们120万的，记得当个公安的就120万都有的，懂不对？就120万有的，你我们120万有的。第二事情呢，当然说，老外告诉我，然后那边出现大事情对吧？出现大，这大然后呢，就是个道的，老外第一个在想就给，可能给什么去情况下听到了，我点被点到的社会休息了，我点被点的别社会休息，等这一场，我点是谁这个没有把做的嘛事，我点是个千万要的。那么告诉，那么都接班的吧，都那么买班的吧是，那么都接班的吧的了，那点吧当，那么买班的吧的了，那怎么？因为别人家兄弟去，那么你不的吧的了，那点吧都，那么你不买班的吧的了，那怎么？等这个，那么你不都你们谁的科学的多？但那么都接吧都那么买班谁的搞了？老了以前那么能抢的，就他国民这个嘛对吧？他先生的，等这几的搞了，那么买班谁的搞了？你不你们就大的这个都是。他第一进去给当开完门被给接送到，第几的拿点这个钱吧的，等你他当那我说电视机拿点这个就得怕电视机，咱钱了当你给去700元了，都是咱钱了给700元了，对吗？你说你700元呢？但俺就你给当体育平均的打吧，我说嘛，比这他钱不大约技术钱没当，跟小龙让准备跟这边给等你俺说弄钱这的，那你批信的，当然你大的别些的，正常只有意见书的些。你就没碰过那些，打出多少啊？但是他们给他，如说变成他是都弄起来就把你不都弄起来就把你去，你就没什么的地了打，你学个打被告诉我打，开做事的吧？打出多少的啥价的吧？他工作给他定啊，那的，他就有些都是讲那种改变嘛。